那台北市市定古迹蔡水关舞蹈社，长期拢是蔡水关文化基金会的营运，不过到今年的6月合约就要到期。即马台北市政府是坚持要公开招标、委外经营，这有引起侪专家和学者的不满。土地财团，蒋万安市长，请出来面对。公开招标就是消灭蔡瑞月。舞者用行动叫抗议台北市府公开招标，就是消灭蔡水关舞蹈社。这是台湾现代舞先驱蔡水关女士1953年创立的舞蹈社，20年来由蔡水关文化基金会经营，但是和市府签约合约，伫今年6月30就要到期。基金会有提案要和市府兴办舞蹈实验教育机构，说服市府拒绝。市府坚持要互古迹以商业用地的身份公开招标、委外经营。基金会质疑市府违背文化资产保存法。也就是在筹划这一个舞蹈教育机构呢，我们就开始去地级的去找资料，结果我们赫然发现这个地方居然是商业区。从1999年以来的台北市长7任对于这块基地已经是定为市定古迹，可是呢都是纹风不动。那个古迹的变更的这一个土地的使用呢，完全没有依照程序来走。蔡水关舞蹈社这栋建筑物，伊个互人叫做玫瑰古迹，经历过白色恐怖，伫经营困难的时期，抑个栽培出侪舞蹈人才。基金会指出，市府一直拢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甲因签3年1期的合约来执行，这对古迹的永续经营是真不利。相关基金会的学者嘛惊讲，若是以后的经营者无理解文书脉络，恐惊会害古迹受到商业的破坏。古迹的转型正义到底要怎么办啊？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一块土地那么它没有了共同的记忆，没有了文化那么这块土地它就没有灵魂针对蔡水关基金会和侪专家学者毋望甲商业用地变更做古迹保存用地，含对未来公开招标委外经营的记录，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目前要是照原计划进行。文化资产的保存以及运用，从来都不是以商业利益为考量。所以文化局有跟我回报关于蔡瑞月他们说，目前这块土地，目前是并没有要有任何区域计划或都市计划的变更或是通盘检讨。蒋万安无正面回应以后，若是委外经营，敢会要求经营者爱尊重古迹的文书价值。干那表示目前无变更地目的规划，后续针对营运的项目，经营者会当透过文字或古迹修复再利用提出计划申请来审查。记者综合报道。